受惠政府積極推動盛事經濟，訪港旅客有增無減。而作為旅客最喜愛嘅銅鑼灣區，物業價值隨即水漲船高，投資潛力不容忽視。今次為大家介紹嘅物業係位於銅鑼灣耀華街21號華耀商業大廈多個單位，面積約由264至596平方尺不等，單位配備獨立冷氣，部分更擁有室內洗手間，而且大廈可24小時出入，特別適合診所、美容及教育行業等進駐。現時各單位入場費低至200萬元左右，而印花稅亦只需100蚊。部分單位連租約一併出售，回報更達5厘，極具投資價值。物業地理位置優勢明顯，距離地標時代廣場僅約2分鐘步程，港鐵站亦近在咫尺，可瞬間往來全港各地。銅鑼灣作為香港核心商業區之一，區內物業多年來一直深受市場歡迎，現時僅需約200萬元即可進駐，機會千載難逢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隨時聯絡美聯商業。